係個空調出風口，對正你個春袋。繼續同大家分享啲冇鳩用嘅嘢，呢啲呢，就叫錄音帶，係上個世紀90年代，即係你老豆嗰代人嘅玩具。嗱，今日呢，就俾你聽下30年前嘅音響係點樣嘅。啲老古董着車。空調自動擺風，時至今日冇任何一台車有。呢個空調我都唔敢調得太低，一般我調到最細風，比你屋企嘅冰箱都仲要凍啊！嗱，開過法拉利嘅朋友應該知道，佢嘅主駕座位上面呢個遮陽板呢係冇化妝鏡嘅，而副駕上邊呢度呢就係有化妝鏡嘅。佢其實呢個設計呢係抄當年嘅豐田133。佢意思呢就係你根本唔需要在意你自己生到咩閪樣，你只要開得呢台車，成條街嘅女人都係你噶啦。而且佢呢個遮陽板仲係採用咗3段式嘅設計，連呢個少少嘅空間都唔放過。嗱，喺我頭頂呢個呢就唔係拉手嚟嘅，副駕上面同埋後排呢就有拉手啊。其實呢，佢呢個係一個卡槽，係專門俾你放停車卡啊、ETC 卡咁樣嘅。仲有一個細節設計得非常之咁精妙，就係喺呢個方向盤嘅下邊呢度係個空調出風口，對正你個春袋，呼呼聲吹入嚟。尤其學似我哋咁着條開浪褲，熱天嘅時候你長時間坐喺呢度就唔會焗住個細佬。乜嘢叫做遙遙領先？乜嘢叫做遠遠超越？30年前，人家啲大眾捷達仲喺度搞下啲手搖玻璃，豐田皇冠就已經有一件到底啦。呢條係佢嘅車匙，冇無匙進入，冇一鍵啟動，冇遙控功能，就係咁樸實無華。但係你揸住呢條車匙，完全唔影響你江湖大哥嘅身份地位。水晶車標內拉手，車門外拉手，成個都係金屬嘅。133嘅標誌象徵貓眼燈，光纖嘅玻璃面嘅大燈，實心嘅導盲桿，全車嘅呢啲不鏽鋼飾條都係用304不鏽鋼衝壓而成嘅。呢一條就緊要啦，你有錢都買唔到啊！30年前就已經有拉絲拎啦，你以為前排電動座椅已經夠絕啦？跟我嚟後排電動座椅，你又見過未啊？30年前嘅產品喎，響個方向盤呢度有個後排一鍵復位，原裝嘅後排冰箱，30年前嘅產品，高低音立體聲喇叭，99萬公里。係儀表嘅極限，唔係呢台車嘅極限。去過香港嘅朋友就知道，時至今日響香港嘅街頭，你依然能夠見到呢一款車作為現役嘅出租車。經歷咗30年，每日風吹雨打，高強度嘅工作，佢哋嘅公里數早就已經超過100萬公里。連的士司機退休，佢都未退休，真正詮釋咗乜嘢叫做一車全3代，人走車還在。最後我總結一句，老車有價，情懷無價。我哋唔係中意老車，而係我哋中意嘅車